是苗栗泰安往温泉的方向，有石头连落来讲着车，加在车顶无人。当地这个明德水库水已经满了，下大水的画面真震撼。停伫路边的箱仔车，挡风玻璃含车头去互10几粒的石头牵着，工作人员赶紧排除。道路清除了后，驾驶把车开走，好咧加载伊当时把车停伫路边，人离开了后，石头才落来，足幸运的无受伤。意外发生伫苗栗泰安一间温泉饭店附近，当地居民讲，苗62号线常常发生这款的情形。他们经常一下雨就落石了啦。哦。之前这边也拿了不少的那个人命啊。警方提醒，落雨的时阵经过这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。亲像最近连续落雨，上好是莫前往。当地明德水库储水量已经满水位，开始下大水。目前水位是60.85左右，因为我们61公尺是满水位，所以目前大概有90%的蓄水率。工作人员讲，下大水溪水就会重，所以下游的居民这几天尽量莫靠近后梁溪边。